史上啊，即係根據張勝先生嘅記載啦，就係話咧，其實刻骨人咧就唔知隸屬咩山，不過佢係隸屬於咧和義勇堂嘅和義勇嘅人嚟嘅，佢唔係碧血堂，咁唔緊要啦。但係點解呢一個開場有意思咧？高級咧，其實因為好有趣嗰樣嘢。嗱，記得第一集啦，就大家講緊就係話所有嘅門生都喺度背緊36世，但第二集就係用緊一種好懸疑、好吊詭、好恐怖嘅音樂去望住刻骨人由石廳長高位演員喺度同大家拜緊碼頭，即係喺度自報家門，話我係天寶山碧血堂同司職紅旗五哥，我建議大家跟隨洪門嘅規矩，即係大家去傾偈，已經係一個層次分別。即係阿 Jack 頭先講過啦，首先你用小提琴，即係你講過你就。